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9月1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同理心化解危机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44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大卫对他说：赞美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他今天差你来见我，我为你的见识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上主，因为你使我没有犯杀人和为自己报仇的罪。撒母耳记上25章32到33节。有一个农夫，他的狗生了一堆可爱的小狗。有一天，一个小男孩跑来跟农夫说：我想买你的小狗。好啊，农夫笑着说：那你有多少钱呢？小男孩就拿出几个硬币，他说：这是我存起来的钱，够吗？农夫点了点头，没有问题。来看看小狗吧。农夫吹了口哨，一只大狗和4只小狗就奔往他们。小男孩看得很开心，可是过了几秒，他抬起头来，又看到一只小狗慢慢走向他们。这只狗狗的腿有问题，不能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蹦蹦跳跳的。此时，小男孩他指着那只狗：我要它。农夫摇摇头。那只小狗出生的时候腿就有问题哦，它不能陪你跑步玩耍，我看你还是选另外一只吧。这时候，小男孩把裤子拉起来，露出一只义肢。他说：我的腿也有问题啊。那只狗狗需要我，因为它需要一个懂它的人。大卫曾经保护拿巴的仆人和财物，但拿巴竟在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拒绝他，对他非常的不仁慈。拿巴在回答大卫的部下时，侮辱大卫是背叛主人、逃跑的仆人，所以大卫打算要报复拿巴。他心中想要杀死他的全家。这时候，拿巴的仆人回报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发生的事，并且警告祸患即将临到。这时候，亚比该急忙准备食物去见大卫。当时大卫正下定决心要灭绝拿巴的男丁，还好亚比该的执行力很强，来得及处理这个危机。亚比该劝大卫不要亲自报仇，以致流无辜人的血，以后你会良心不安哦，并请大卫蒙福时要纪念亚比该。亚比该更直接的说，如果大卫不做这一些事，以后他做王的时候就更心安理得，毫无遗憾。拿巴的愚妄使他丧命，大卫的明智抉择使他不至于滥杀无辜。亚比该的智慧救了全家人的性命，最终也得了明君的赏识。
得到好的归宿，成为大卫的妻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？你有像亚比该的智慧吗？我们来默想，亚比该因着同理大卫的心情，而化解了一场杀戮危机。这对你有什么提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说出智慧言语的恩赐，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上帝的儿女，都能够有智慧的口舌，好叫我们能够化解世上的暴戾之气，并且能够安慰世上伤心的人。在他们落难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同理到他们内心的伤痛，来安慰他们内在那些不舒服的情绪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能够同理，如何能够扶持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